大家好啊！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有關龍門撲四角熱身嘅訓練。呢個訓練可以有效提升守門員嘅爆發力同埋球感。喺比賽入邊，守門員經常需要喺龍門唔同嘅位置進行撲救，所以除咗爆發力之外，亦都要俾身體盡快適應龍門架嘅範圍，提升撲救嘅精準度。喺訓練入邊，守門員需要以最快嘅速度觸碰龍門架嘅四角，切記盡量唔好令自己撲過龍，走出龍門架嘅範圍。呢度係一個小小嘅動作建議同埋錯誤示範。喺撲四角訓練入邊，龍門由中間撲向上角，落地後一步返中間調整，再進行撲救。小雨佢雖然撲角速度好快，但係佢撲嗰陣時並冇攞到上角，需要進行改善。守門員可以將訓練分為每隻角撲4次為一組，做3組。今日有關守門員撲四角嘅熱身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